平安，老师平安，平安，食饱未？大你拢食家食饱？饱啊？嘿，有当食饱，当食饱，真欢喜吼！咱今仔日要来，食饱，但是就是这果子看起来做好食，这个果子的名吼，毋知影观众朋友会晓读无？我练几部哦，可能等下佫会讲毋对，大家会当读看觅啊吼，敢有看过这吼？啥物无花果？无花果树，佫毋对啊！你看，我练几步嘛是毋对吼。好，安尼不要紧吼。我迄个垫底。今仔日老师听咱要来讲哦，讲到咱顶礼拜吼，制作对无？哦，咱讲到制作吼，甲祖先交互上帝较紧吼，毋免家己烦恼安尼。今仔日咱要来讲吼，机会，像那讲到机会吼，人的一生有几个机会对无吼？安尼老师有啥物会想到即个？这是做好食的吼，其实有食过吗？我先来问你啦吼，为什么伊叫做无花果？哦，这个问题真好。毋知影，应该是因为伊的花吼，足细粒看无。你看伊的叶仔足大哦。听讲即个叶仔是迄个亚当夏娃迄阵吼，迄个啥物看身体用的叶仔对无？足大片的吼。但是看无啥有花，敢是安尼？即个无花果吼，伊本身咱咧看着伊结即个果子的阵吼，无看着伊的花，事实上伊有开花哦，吼，伊开花开伫伊即个果子的内面。所以咱无看着，所以我伊无咧开花，咱叫伊无花果吼，无花果。是安尼，其实人有开啦吼，只是无看着，足细粒的安尼，真特别吼。好，你敢知影有关伊的代志哦？即个是讲咱一生吼有几届的机会啦吼，咱一生有几届机会？你想咱一世人有几届机会？应该逐工拢足侪机会对无？但是毋知影明仔载讲，来吼，咱来看咱今仔要讲的一个无花果树的一个故事吼，咱先来看后一页。好，老师，你感觉一生有几届机会？我迄想吼，逐工拢有足侪的机会，只是吼，即个机会吼，总是有一工有一届会结束啊。对啊，人讲毋知影明仔载看啥物意外当时会先来，倒一个先来的吼。是嘿。所以咱今仔要来看两段经文。咱头一段来看《路加福音书》13章6至9节吼，遮安尼讲啦，我先来读啦吼。13章第1节吼，伊就说一个比喻讲，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内，就来迄丛找果子，找无。来，咱看后第7节吼，则对管园的讲，你看。我连3冬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，找无，就甲伊撮起来，写书互伊也定所在。来，因伊讲主啊，今年请阁用阮伊，请效我4位骨松应肥。来，第9节伊讲吼，后来若结果子就好，若无你则甲伊撮起来。来。咱来为虾米要来讲无花果树吼？即个由来是一个耶稣设的一个比喻啦吼。为什么耶稣会设即个比喻吼？因为耶稣当时出世迄个所在是中东，咱即摆讲是巴勒斯坦即个所在。巴勒斯坦即个所在是一个旷野的所在。旷野吼，你知影旷野欠啥物件？旷野欠水。欠水吼。所以欠水嘛，所以因无足侪的树木嘛吼。为什么会无？因就是土地足产呢？
土地产讲叫土地无肥啊，种物件无啥会活啦吼。所以是一个抗像我压所。共款做瘦。但是吼，因伫即个巴勒斯坦即个所在吼，有足济诶物件，比如讲吼，因会去种葡萄吼，来因伫普通伫路面看啥物件，看着无花果树，看石头，看石头，嘛会看着无花果树，嘛会看着一寡足济物件，但是吼，无花果树即个果子会食尽嘛吼，所以因会当种做所在非常的少，所以因伫种葡萄的时阵吼，伊较有空地，伊就摕无花果树来种看嘛，种看伊会活未？种看伊会结果子未？昨吼我甲分享咧讲的时阵吼，讲无花果吼有啥物功效？有功效哦，什么消炎？是不是？食饱来吼会消炎，对，会消炎哦。会当做药啊吼。这圣经有记载吼，一个人用这个来医病了哦。医病吼，所以伊会当做药啊，伊会当消炎吼，通食饱吼。有人对这物件真意爱。但是吼，即个无花果树吼，伊足奇怪，伊吼一般伊种了吼，伊会发叶啊，吼，发叶了吼，伊会为叶边补一粒细粒的物件。像头咱看中，咱即个背甲有即无花果树，伊拢伫即树叶边会发一粒出来，吼。来，伊一般来讲吼，无花果树伊种了偌久会生果子？你想咧？偌久会生果子哦？几个月吗？半冬吗？一般来讲啦吼，应该是种了后开始发叶的时阵，伊就加减会生。有叶啊，就有果子。伊有叶啊，就有果子。但是吼，照一寡资料来讲啦吼，为什么即个园主吼会来遮找3冬找拢无？因照因伫巴勒斯坦即个所在来看啦吼，即个无花果树吼，头一冬无生，第二冬无生，第3冬都无生吼，即丛无花果树应该是袂得生啊。这叫虚有其表对无吼？讲叶啊，听讲叶啊，足济应该是会生吼，结果拢叶啊，足大叶吼，会当阿我摕来压身躯吼，足大叶。足大叶应该是足够生较对。所以一般啦吼，因伫巴勒斯坦这个所在，伊毋望因即个种的无花果树会当结果子，所以因所欠水嘛，所以因会用一寡水叫伊会大丛吼。因个土地足散嘛吼，所以因会落肥。但一冬、2冬、3冬，哇，拢无生果子时阵，你想你会安怎样？定地吗？定地，是毋是？错掉，莫讲那园主啊，我想要错掉，再种别丛诶。种别丛，种别丛诶，你看卖。无浪费资源对无吼？水就咧无够啊。水无够，土地都足散，都爱互你食水，爱互你食肥。安尼讲起来都残忍诶吼。但是咱感觉伊残忍啦吼，但是即个资源欠缺所在啦吼。你占这物件，但是你占伫遐就无法度得种别丛嘛吼。但是你无一直食肥，第一食水，但是你哪想无啥物路用吼。所以伫遮耶稣设计比如讲啥物件，讲你对土地得到你的肥料，得到你的水分。但是你呢，起码上你生少，总是爱生一寡物件出来嘛吼，无你占着别人的机会，因为吼，你占的这土地就是别人无机会嘛，你占了这土地，你就爱有你的效果出来，所以咱才讲这个园主吼，就是表示是耶稣，吼，耶稣伊毋是歹势，伊这请讲就是。代表耶稣，伊即个主人咧代表上帝，但是上帝，你捌听过一个圣经故事无？有一个种主人吼，要去远的所在，就叫伊的老婆来讲，我互你5000块，吼，是讲我互你
2000块，三2000，3000块，3000块，啊，一个讲3000，1000块，1000 1000，块我紧啊，都拢1000，有钱就对啦吼。1000，啊，嘿，过几阵了后，即个主人转来啊，啊，后老婆叫来，吼，伊讲5000块诶，伊则趁5000块，嗯，吼，啊3000块诶，伊则趁3000块，啊1000块是，咧，伊甲伊买起来，戴伫土里，带你头领吼。你看吼，伊甲钱啊到尾戴伫土吼，即个5000块，想讲会生树啊迄款，吼，即个趁5000块甲趁3000块，伊诶是主人讲一句话哦，你是终身会落卜。中心哦，伊无讲趁一趁一哦，你5000块，你有5000块坐条去趁5000块转来，吼，啊你有3000块诶，你趁3000块拢是伊终身会落卜，啊但1000块伊敢会趁1000块？照伊主人诶看法哦，伊应该会当趁1000块，是伊分担，伊无爱，伊讲我这主人足歹诶，啊我万不离我钱了去，伊敢会转来要我讨钱，我钱要当互人吼，就是讲吼，今仔这你。理由诶，今仔日是自然无花果树，啊，你诶主人互你压水，互你用肥，照你讲，你应该上起码嘛结一两粒啊，你拢总无。啊了后拢总无时阵，伊诶即个管理得倒我卖啦，你莫错掉啦吼，你倒互我下一个机会，我倒土骨咯乌松，啊落寡肥，啊倒互伊啊寡水，看伊明年会生未？到伊会生，伊就留诶，啊到袂生咧。错掉啊！会使家错起来，啊，错掉了会怎？摕去烘茶、烘火，拢无去啊！吼，是，烘茶。哦，咱至咱少佫有喝茶，可以当用啦吼。咱来看一位圣经啦吼，伫马可福音十一章12节到14节吼，啊，倒一位是第10节到21节啦吼。11节11章12节讲，隔日因对伊伯大尼出来，耶稣枵，或者是另外一段故事啦吼。是，啊来13节讲吼，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，就去看伫遐，伫迄顶面有所得着无？应告竟然无所得着，只有叶尔，因为毋是无花果的时。咱底看吼，14节吼，就对迄丛树讲，当了后，永远无人食着你的果子，伊学生也听见。咱再看后一节，但是伊讲早起时吼是过几啊工啊吼，几工咱毋知影吼。早起去因对遐经过，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，根基拢高大去。来，咱再看吼，彼得记得就甲伊讲，或是就耶稣讲啦吼，但比你看。你所救做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。是啊，咱来看一个问题吼，耶稣去巴肚要去找无花果树，啊，就明明毋是修行时阵，啊，伊明仔去收无花果，你有了解无？毋是修行的时吼，对啊，但是吼，咱有一个生活条件，伊发叶啊，了后就会附着世界里尾会水果出来。但是吼，伊其他好多个人是哪拢总无，表示伫修行时阵，伊应该嘛无人好修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因伫中东的所在吼，种无花果树吼，是要来收这个果子。啊，你伫遐遮大丛叶啊，遮大叶，啊，结果你拢无，连熟悉的肉拢总无，今年无，明年无，后年无，3年了嘛无，所以以后永远拢袂得生。啊，所以伊伫遐。是，因为连一点点啊，补一点点啊嘛无安尼。连一点点仔无，有人去挽伊的机会拢总无。是，所以伊会当看见讲，哦，其实这就是无啊，吼，免那么假啊。叫叶啊尔，你大家讲吼，空有其表啦吼，看着吼，迄个只鸡足大只，啊，结果拢袂甜。还是袂补长即类诶，安尼嘛是。啊，所以吼，伫咱诶生活中间吼，咱知影吼，咱伫咱诶周围内面有多侪人种，主要都基督福音互咱，啊，咱听着了后，你要接受无？啊，
不管你有接受无接受，总是伊能够伫你生命中间。但是你听到了后，如果你接受，你着爱去上毋通上即个袂结果子无够树吼，你着爱会有所人讲回馈也有回馈吼，有可能从咱所听到即福音传互别人吼，有可能咱爱去去伫圣经互咱的教示，咱爱将咱有诶物件分互有欠缺兄弟，咱有可能生活中间咱爱听咱的厝边想家己，这是上帝互咱的教示吼。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你敢有活出即个基督的香味？就是讲你即阵无花果树敢有果子无？如果有，即个主人就互你留落来，继续互你压肥，继续互你压水。假使你都毋生无花果树，那有可能就最后即个机会撤掉，就撤掉去。所以咱一生有多一个机会，即个机会就是上帝的恩典，吼。但是呢，你假使无爱接受上帝恩典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去互撤掉啊。是，安尼是真无想要看见诶吼，真恐怖诶结局对无？去互撤掉吼，咱都想要做一个有活命诶树对无吼？会当结果子吼，每一工吼会当帮助人安尼，所以咱今仔日原来要看即个就是这是顶界讲啥物？死去诶人交互上帝对无？即个。对，咱莫做一个死去诶啥物树会做活树安。活诶时阵是用死去安尼啦吼。我诶时想要死去安尼嘛是足惨诶吼。咱想要一直拢要共摕物件，有诶人是安尼一直人若要啥物吼免费诶，伊拢去摕但是若要叫伊互人啥物伊拢无爱摕出来安尼，嘛是有即种诶吼。好。所以真欢喜，咱后礼拜呢，要搁继续来看即个天顶的徛家吼，因为伫要到过偌济对无？所以老师后礼拜要来讲天顶，大家有想过讲天顶的徛家，你要起安怎无？要买倒一款的，是毋是会当先定哈？看是要住别庄，也要住楼仔厝。是嘿，还是迄个路边吼，是毋是爱甲上帝定即类个吼？所以都期待后一摆吼，杜老师要甲咱讲，同一个时间礼拜一的下台湾8:10，泰国7:10吼。即个节目是台湾的咱新教会甲泰国启蒙基金会联合主持的，有你想要听的主题，你嘛会当写落来哦。观众朋友会当继续写吼，阮虽然是录影吼，袂记讲今仔日是录影，但是你会当会继续写留言吼，像顶界安尼吼。阮即礼拜吼，顶礼拜是台湾的清明节对无？吼，即礼拜是泰国的过年泼水节，所以咱来讲萨瓦迪卡，蜀山晚送干。就是讲泼水节快乐的意思哈。OK， 多谢老师，萨瓦迪卡，蜀山晚送干，后礼拜再会。